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傲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《國王的種子》。國王年紀大了，他一個孩子都沒有，就決定在全國的孩子裏挑一個做皇位繼承人。他想了個辦法，發給每個孩子一粒種子，並頒布命令：那個人的種子開出的花最美麗，他就是未來的國王。孩子們都把種子領回家去，精心培育這顆種子。一年以後，國王在皇宮裏招待所有的孩子，看他們培育出的鮮花。國王在千嬌百媚的花叢中走過，卻一直皺着眉頭。當他來到一個沒有鮮花的花盆前，便露出了微笑。這個花盆是誰的？一個男孩抹着眼淚走了出來。對不起，國王爺爺，我想盡辦法還是種不出花來。國王高興地抱起這個男孩，大聲宣布：這就是我的皇位繼承人。他是一個誠實的孩子，因為我的種子是煮熟的，根本不能種出鮮花。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哋知唔知道點解國王會揀一個種唔到花嘅小朋友去做皇帝呢？下次見，拜拜。